屏东今下晡2点的时阵，出现全台湾上界悬的温度来到37度6，真有可能是伤过热。伫嘉义呢，有一位39岁农民，昨下晡2点外发现讲伊倒伫田边，发现的时阵已经过往啊。啊，那婚林有一个85岁阿嬷，护日头拍假是公车车，着医生提醒民众讲，这天气伤过热，爱注意拍日头以外，水也爱加啉寡。这水内面呢会当掺一两粒仔盐。来增加电解质。13下晡2点外，救护人员到现场，镜头翕袂到的所在，39岁青年农民倒伫田里站旁边，无生命迹象。救护人员初步评估，该男子脸色发干，身体呈现僵硬，无呼吸、无脉搏。迄天温度超过35度，无烧拍熏热，警方排除他杀，怀疑是天气伤热致使青年农民死亡，毋过爱搁查原因。同款13婚林树湖乡有一个85岁老妇人人，透中昼12点加入，巡逻员警协助救援，发现伊热甲规身躯无力。经了解，该名老妇人因身体不适而晕坐于马路。14下晡2点，全台最高温伫屏东有37度6，医师提醒，热天爱减少出外，高温拍日若是发现头晕、喘气袂顺、汗流袂出来，这镜头都要注意是不是热伤害。在户外选择阴凉处去休息啦。那在个人的部分，也可以选择着装一些比较浅色的衣物，或是一些抗紫外线的衣服，来尽量避免阳光的曝晒。那很重要就是要定时去提醒自己要补充水分。这2天天气形态差不多，气象局呼吁民众小心高温，不过烧热天气也有可能因为热带性低气压有改变。那目前是在整合的阶段。那当然，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、上午这段时间呢，也不排除还会形成这个轻度台风的情形。那未来的走向则是持续的往西北西方向，那可能会经过到海南岛到中南半岛。气象局表示，热带性低气压当地整合当中，无排除增强为风台，目前是偏西北西的方向，离台湾上近有400至500公里。不过可能因为外围环流的影响，礼拜气候变化明显，东半部甲南部地区也甲各地山区有可能规天拢会落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